好中意告人，因為你哋呢度。咁我就有留意下呢度啲台灣嘢。你哋啲娛樂新聞咧係做到好似老師教學咁樣㗎。係啊，我唔講邊個電視台，因為啲好中意告人，因為你哋呢度。嗰陣時咧我就睇下嗰啲新聞啦，哇好癲喎個新聞，即係好似教書咁樣。大家睇下我講王子嘅新聞啊，王子啱啱出咗一個通知，會畫個 mon 啫喎，跟住咧佢原來話好孝順，但係咧又去日本嗰度旅行喎。去日本啊，使咗十幾萬，跟住隔離咧有個人無啦啦掉出嚟，跟住話係咯，使好多錢啫。點解突然間有個人啲係會講坐到我咪要掹碌屎，係咪會考嘅呢啲？咁啊，跟住咧之後咧又會講埋啲好長啊、好機車啊咁樣。好扯呢個字咧，喺香港唔講得嘅，你知唔知？性騷擾啊，你知唔知？即係啲人同我講哇，阿添你好扯正常係咁樣嘅，其實係扯咗仲勁。